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原本呢是 COVID-19 模范生的台湾哦，伫咧今年的5月份呢却来爆发了疫情，结果呢到今嘛呢已经有16000多人染疫啦然后还有大概800多人不幸的身亡所以呢这个疫情虽然到目前为止有小可降落来然后变为2级，但是呢，足侪产业都受到严重的冲击而且这个2级更还持续多久，或者是说会不会又爆发又升到3级，大家拢真恐慌啦而且这个产业呢，这几年来全世界也都是一样，真的是所有的产业几乎都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到底何时呢才能够把疫情控制？什么时阵开当恢复正常？大家拢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期待。今仔日呢，咱就邀请到民意代表还有业界的代表，在咱节目当中，今晚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首先，咱来欢迎是台南市议员陈怡贞陈议员，欢迎你。主持人好咱的监督好，以及咱所有市民心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员陈怡贞。是，欢迎怡贞。好，介绍的来介绍这位呢，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企业家，他是呢豪门国际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他也是澳门台商会的会长。欢迎简廷在简会长。市民先生大家好，以及那个主持人好，怡贞好。好，欢迎2位啦好，咱这波几开始，咱准备讲对公目前好，那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呢，升到3级，好，那7月份呢降到2级，那到现在本来是说到9月20都一直维持2级嘛，然后听说应该还是会继续维持，只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好，那这样子我们一开始要先来问一下怡贞就是你认为说我们现在这个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然后整个防疫的政策，你觉得如何呢？我想这个疫情其实从5月多的时候一直爆发到现在，其实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有看到说，当然其实以相较于其他世界上来看其实当然我们用3个多月的时间，其实让疫情可以得到控制其实比较起来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啦那当然这个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被检讨啦比如说这个我们都讨论说这个防疫裁量权的部分啦就是说到底我们指挥中心下放给地方这个防疫裁量权，那到底这个防疫裁量权到地方之后，是不是会有跟中央不同调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其实防疫这个裁量权其实是为了这个提升这个行政的效率所以当然因为其实县市政府在第一线其实是最了解这个疫情的走向跟发展所以如果由这个地方政府去权衡这个现况，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其实包括指挥中心其实也觉得说其实这样是能够更完备一些防疫的政策跟作为但是我在这边是有发现一些状况，其实也刚好这个机会提出跟大家做一些讨论就是因为说之前其实大家一直在这个中央指挥中心其实是有开放说，可以那个内用，可以开始开放内用的时候，那其实当时台南市本来是要开放内用，可是后来呢，因为好像也收到很多批评的声浪所以后来又喊卡了那结果近期因为疫情有比较趋缓了，所以他现在开始我们也是有条件的开放这个内用就是要有隔板梅花座前提之下但是其实我们就发现说在台南其实它是针对说我们是不跟进松绑，因为中央其实有提出说，如果是家人或者是同住的亲友其实是可以不用隔板梅花座但是其实台南就是又做了一个比较加强版的规定，它是如果说你是不限是如果是同住的家人他还是需要这个隔板梅花座，除非是需要被照顾的需要同住而且需照顾的小孩跟家人才是可以不用隔板梅花座所以就造成说其实就有朋友就反映说，其实他们我就接到这个陈情就是说他们其实他的店家，然后他可能就接到说以为是像指挥中心这样其实是不用隔板梅花座的结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之后，结果卫生局来的时候就说要罚他就觉得说这样为什么要受罚结果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权衡性的规定但是我们务必要宣传的非常清楚而且我们知道说像这些餐饮业者，他其实因为疫情已经让他们生意
差了很长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熬到这个开放可以内用哈，结果他们又因为说这个我们市政府一些规定宣传上不够清楚的情况之下，那导致他们却无辜去受罚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教而杀谓之虐，我们都有听过这样的话哈，所以我想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地方政府其实有一些行政裁量权哈，跟指挥中心有一些可以贴近地方的做法，但是更期待是说这个宣传上一定要加强再加强不要让民众因为不知道然后无辜来受罚。对，没错，就像倪珍讲的，其实就是大家会常常知道的讯息，就是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那边发布的嘛。那你地方县市要跟中央的不一样的时候，真的有些民众他其实会搞不太清楚。对，那这样子你就要罚他，那民众会觉得很无辜，业者也觉得很无辜啊。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要做好宣传。是没错。好，那我们也听听看会长你的意见呢。台湾2300万的人口哈，而且台湾也是一个岛屿的一个地方，其实面积不大。对，其实对整个的防疫我们是希望在整个的这个各国的地方看到防疫那台湾的防疫一开始是特别是防疫特别好，那疫情也没有蔓延。但到了今年的5月份才开始有这个破口的这个迹象。对。那原来是个模范生的一个这个疫情防控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对呀。但到了这个5月份这是有一些这个熔点了哈，到了这疫情蔓延，调整到2级、3级，对影响了整个的这个经济体。但你台湾这个黑天鹅来临的时候，很难去权衡说经济重要还是生命重要。那当然，我们如果说以政府来看，当然是生命重要，所以做了很多措施来做防疫的这个规定。但对于中央的规定跟地方的规定是不是一致？其实依我们来看的话，感觉是应该是统一标准，统一来做。因为台湾地方不大，如果能够就地防疫是最好。就地防疫，还有科学防疫以及统一防疫，是有效的最快的时间，把这个疫情蔓延可以堵住，让它不再蔓延，不再扩大，这是最好的这个防疫的方法。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影响的整个台湾的经济体，包括产业，尤其餐饮业，包括旅游业，都非常的一个受创，非常严重。这是我们一直在非常担忧，也非常烦恼的一件事。对。如何去救疫情，然后又要救经济，然后这保护大家财产生命。对。对啊，所以就是说，生命跟这个经济，可能大家会认为，没有生命的有经济有什么用？但是有些人他会说，因为经济这样子，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来重视的一个问题哈。那现在我们是希望说，疫情趋缓之后，怎么样让它两样都可以平衡哈？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就是大家都会想说，为什么这次台湾会从5月份变成这样子？本来是模范生搞成这样子哈，大家都开始检讨了。来，就是机师的问题，机师的政策好，那就是说，到底台湾的防疫出了什么问题来医诊？我想其实这个，因为其实疫情是发生在全世界各地，到目前其实都还在延烧当中，所以可以其实知道找不到这个完美的解方所以我们过去其实我们就是用一个比较就是针对聚焦在一个边境的部分就是用一些隔离政策啦、接触者的追踪旅游的限制等等那现在我们再加上就是说要求大家就是加速施打疫苗来对抗这个疫情了那当然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3+11的这个的确是让外界普遍质疑就是产生这个后续疫情延烧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政府执政党其实当然我们已经是责无旁贷了要去解决要去找到说原因是什么那更重要的事情不能再发生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其实之前原来9月15号才要上路的这个加严的政策那其实也都提早在9月3号，因为现在 Delta 在全世界是来势汹汹所以大家很担心所以关于这些机组员这些防疫的部分其实目前也是有一些加严的措施那大家都是为了不要再让
这个过去那个让大家很担心的状况再发生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真的要政府一定要深切的反省，而且要找到解决的方式。然后呢，真的在这个阶段，其实也真的呼吁大家，然后其实疫苗的施打哈，增加大家的防御率，这个覆盖率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真的如果还没施打疫苗的，那如果已经可以打疫苗的，就尽快去施打哈。也希望说大家都尽量的来施打疫苗，增加这个覆盖率，也可以增加这个群体的这个保护力哈。我想这个才是让我们可以渐渐回归正常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教简董啦哈，因为就是说你也是这个台商会的会长嘛，还有很多个台商的组织的一个重要干部啊哈。那我们知道说像你们这一群台商朋友们啊，其实平常你们的工作就是都会世界各地的飞，尤其是两岸之间这样子的飞。那现在遇到这种状况，你就是说从疫情到现在，你们就很少过去大陆那边了嘛，对不对？其实台商哈。对整个防疫的一个亲身体验，可能最有感。对啊，因为到哪里都要去碰到，哪一个国家都会碰到这种防疫情的不同的一个防控的规定。所以台商回来是最有感的。那我们今天感觉说，在5月份的这个疫情的蔓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因为在去年，我记得。10月份的时候，媒体在采访我的时候，我一直在呼吁啊，说台湾目前的这个防疫最有效，而且现在目前的疫情没有蔓延，而且是世界的模范生，对啊，那代表台湾的这个疫情哈，还都非常稳定，所以一直在呼吁说，我们台湾政府不只是要隔离防疫，要加强是科学防疫。科学防疫，所以科学防疫在整个国际间啊，他们要上飞机以前，就是一定要有3天的核酸检验是合格的，以及你进到台湾的境内，包括在机场，都是在这入境之前，一定要综合这每一个人全筛。如果能够在每一个进台湾就在进馆的时候就筛一次，如果说筛一次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才送到这个隔离酒店或居家隔离。但在居家酒店隔离的时候，一定的还是在这14天至少要筛3次。那到第3次到了14天，你再筛一次，如果再没有问题的话，那才能让7天的自主管理。以这样的科学防疫的话，如果在去年12月份、11月份就开始做这样的测试啊，我相信对整个进馆的这个严格的把关，我相信就没有今年5月份的这3+11的这事情的疫情的发生，造成我们目前的经济体严重的打击。如果我们以现在5月份所发生过后的这个整个经济啊，这种重创，我相信这些费用拿来做以进馆的普筛都足足有余。因为现在目前既然是已经疫情了，我们所有进来的台湾的人数也不多，所以做好全筛，这里不只是隔离防疫，加紧赶快科学防疫，这是应该在去年我就在呼吁了，但是最近好像听说现在目前有进入这种科学防疫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不只在担心台湾的疫情这个什么时候过后能够回稳，那这样疫情是不可能，这不可能消灭的，对啊，不可能归零，不可能这个生物这不可能这消灭，自己它也不会消灭，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跟它和平共处，那就是期待就是疫苗了。那疫苗的这个阶段啊，我相信对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疫苗的取得啊，如果依照我们的台湾的经济体啊，应该非常容易，非常容易，因为人数不多，而且如果说以这样的覆盖率，打2剂覆盖率只有4%，打到一剂的可能覆盖率只有50%上下，以这样的话2300万人口，而且对于这样的期待，快1年多的这个时间，这个覆盖率的确很低，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台商是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在
在有交流，所以更有感的是期待我们当这个执政单位政府能够加强以这样的一个加强，能够在这短短的2个月、3个月内能够覆盖率到的80%、90%，这有助于我们台湾的经济的复苏，而且有助于我们台湾对整个的一个世界的接轨，以及台湾执政党的一个以后对他的这个政绩啊，我相信都有帮助。对，所以啊，其实我们有一些台商朋友，他们是最有感的啊。当然就是说，你要出国啦，再回来，哇，这个防疫检疫呀、快筛等等的这些非常的麻烦。但是呢，他们也愿意说，你愿意严格一点，才不会再爆发说类似像我们今年这样5月份，对不对？本来模范生又爆发。所以你们是认为说应该要严格一点的去把关，才能够把这个防疫的工作做好，对不对？其实台湾的人民素养，大家都非常听话，而且对这个人民的文化的这种洗礼啊，对，大家都非常友好。只要政府的政策是对的，我相信大家都会配合。而且我说去年什么10月份的时候，媒体在采访的时候，我一直在呼吁，一定要尽管要全筛，不管哪一个港口，海港、空港，包括雾港，通通要全筛。如果没有全筛的话，当这个破口被垄断的时候，就像5月份这个事情就来了。对，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因为你为了省了这么普筛的钱，造成整个经济体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遗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疫情是最慢一路的，因为原来是去年是每一个地方，不管欧洲、美国、日本，它全部都在蔓延，只有台湾是最慢影响的，所以到了今年5月份才是重创，所以我说，因为有足够的时间给我们省思，也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有计划，让我们有应对策，让我们有做准备。因为疫情太疼爱我们，也让我们时间、空间给我们了。结果我们确实没有抓好这个 timing。如果当时不要说我们这一直在前缀说我们是全球的模范生，那时候应该我们做好加紧准备的工作的话，今天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的痛苦了。对啊，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汲取这个教训啊！好，来，那怡珍就是说，像你们啊，都一直有在跟基层嘛，都最了解基层就是你们。那你们看到就是说，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到底我们哪些产业，你们可以把一些受到影响的那些产业，跟你们听到的心声，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想这个疫情因为去年爆发的时候，其实在台湾除了航空业跟旅游业以外，其他其实感受都很有限但是我想今年其实我们大概全台湾的人民都感受到因为突然会发现说，要去外面坐下来吃一顿饭原来是这么遥不可及所以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疫情真的影响我们大家的生活非常的大，那连带的其实就会影响到很多的产业那当然像餐饮业是重创以外那当然其实很多各行各业其实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像很多的同学其实他们是停课不停学，那很多像幼儿园啊、安亲班、补习班，他们是完全停课的，所以等于整个收入其实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包括像台南，其实台南像夜市的摊商啦，其实指挥中心其实没有暂停他们营业，但是我们为了要更严格，所以我们暂停了这个5月25号，我们就把夜市这个停了下来为了要做好防疫。可是摊商们真的是他可能今天早上才接到说我晚一点我今天晚一点就不能做了今天开始停业，所以对摊商来讲真的措手不及以外而且损失非常多，因为备料东西都准备下去了，就今天晚上不能卖真的损失非常大然后另外停了将近2个月完全没有收入那当然很多的纾困方案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说真的是看得到也吃不到，而且对他们是完全没收入的情况之下来讲，真的是帮助非常有限那我想这个是一个缩影以外真的其实这个疫情之下我们大概很多的这个业者真的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当然现在就是要仰赖说不管是政府的
纾困啦，或者是后续防疫的一些政策哈，真的要加紧准备啦哈。那让我们真的可以不管是让这些业者哈，因为现在已经开始会慢慢恢复正常哦，疫情也趋缓了哈，所以大家除了是很期待说让这个疫情慢慢过去，大家恢复正常以外哈，也真的是绝对不要再有疫情发生哈。那这个当然就是政府的责任，那当然也是很需要我们大家国人同胞大家一起的配合哈。我想大家一起团结，那一定可以让我们过去是防疫模范生，然后那当然刚才简董讲的哈，其实是政府也一直在审视跟检讨哈，当然绝对不能再发生，可以做的我们都会努力去做啦哈。那当然比如说像疫苗这个问题哈，其实也知道说全世界其实大家对于疫苗的采购其实都是抢破头啦哈。那当然尤其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又会受到一些阻力哈，所以又更加深了这个难度哈。所以我想其实大家都普遍面临这个问题。那我想政府其实当然有绝对的责任哈，要把疫苗给买回来，然后让国人都可以施打哈。那我想这是政府的责任哈。那真的如果疫苗陆续进来的时候，当然也是要让大家加紧的施打哈。那完成施打之后，我想这个部分才是后续去做好一个未来可以慢慢度过疫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哈。那这个当然也是政府会去检讨跟持续努力的。对，因为后续啊，可能就是疫苗是相当重要一个问题。那怡珍你本身已经打了吗？是我打了，我有把我的。支持国产那个，对，我是打了高端哦，就是在8月23号的时候就打了高端，就你们是第一批去打那个高端的，就是蔡英文总统施打的那一天我们也是打了这个国产疫苗哈。那当然，其实这个疫苗就是陈时中部长说的啦哈，其实这个疫苗是战略的物资哈，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国力的延伸哈。那我们如果没有生产制造的能力哈，那未来真的如果真的完全在国际上，如果真的完全疫苗进不来的时候，我们又没办法生产的话，那真的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哈。所以为什么要支持国产疫苗？是因为我想这个是我们国力的一个展现，也是一个战略很重要的一个物资哈。那当然而且我们打完疫苗之后，其实也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其实都很 OK 哈。那当然我想这个提供疫苗给大家选择，这个也是政府的责任啦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增加覆盖率等等的哈，这个都是政府会持续来努力啦。是，然后那一天就是你们跟议长啊，还有跟那个姐姐陈亭妃立委啊一起去打，所以你们大家状况其实都还很 OK。对，我们大概稍晚一点，大家就互相了解一下状况哈。那还有同事都跑去运动了，说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哈，都没有什么疲倦感或什么都还好哦。那当然我们应该也快要到了可以打第二剂的时间，因为国产疫苗大概1个月就可以来继续来施打哈。那我觉得我们在目前状况都还 OK 哈。那就是说其实这个疫苗的部分哈，真的是需要大家真的是不管是什么疫苗啦哈，我想真的就是需要大家加紧的施打，然后来增加提升这个覆盖率啦。对，那刚简董也是有讲到说，其实我们台湾的覆盖率还是不够。那你本身也打了疫苗，对不对？是。你打了，已经打第2剂的。上了年纪了，就赶快去上网去排队了，买莫德纳，乖的去排队了。好，这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它不会把这凭空消失，那靠了人体的这种抗体啊，能够维护你的这种对它的一个和平共处的这个机会，所以施打疫苗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能够覆盖率更高，对台湾的对这个经济体帮助很大，尤其对我们如果说台湾这个覆盖率如果能够尽早能够到90%、100%的话，我相信对世界的或者国际经商，它是有帮助的，因为现在在国际这个经商活动当中，都要看到你有没有打这个疫苗，对啊，甚至于有没有打过超过2剂的疫苗，你才能够顺利的通行。所以对这样的经商帮助的话，我相信是迫切需要。因为你慢了的话，你对这个经商活动你就是延缓了。对啊。所以我们希望呼吁政府能够尽快的哈，那对这一块的重视，因为
疫情，我说这个是挥之于不去了。那肯定我们是想办法跟它共存，这个是唯一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疫苗。对，没错，尤其是像你们都是在要世界各地这样飞的，没有打疫苗真的是太不方便了，而且也太不安全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刚也跟怡珍有谈到说，他们就是看到各行各业的，在今年5月，其实就是餐饮业，就是除了航空啊、旅游之外，就是夜市啊或者是摊商等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像你们这种国际性的这种企业啊，你们受到的影响是不是就一直持续？因为国际的疫情实在是一直都很严重。你知道，因为疫情爆发，就是控制的这个人流，第一个要素人流控制了。人流，那就是呼吁大家就地防疫，就不要乱跑乱窜，这是第一个哈。对。那影响的当然就是旅游业的、餐饮业的、交通业的等等都是影响。对。但是对于就我本身是做文化旅游的这种产业，那像迪士尼啦、威尼斯人啦。这个面对都是属于这种观光产业，国际观光产业，那影响是首当其冲，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对于有些目前像我公司面对的这一年将近2年的时间啦，对这个订单也减少了，收入减少了，但是没有订单又没有办法工作，但是你又要维持公司的开销，对，因为你要把这员工也不能辞退，也不能减半他的薪水，一定你还是要顾及他的生活，因为他还是要养家糊口，他有太太有小孩，你也不能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把他关了。那我就不支出这个薪水了。你是好老板啊！而且在面对越多的员工的话，我们负担就会越沉重。但是这疫情一直没办法这个回稳。那这整个包括我们现在才在2级、3级的这个警戒。那对这个吃饭也不方便，这个旅游也不可能有在过多的一个交流活动。对。所以。这个对于这1年2年来的这个整个经济啊，对于这个文化产业以及观光产业啊，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打击。对，所以你们也是一样啦。那你认为说，那这样子像你还要就是说可能订单减少了，但是你还是要给员工，还是没有裁员，还是继续要营运？那这样的话，你们这个纾困，你觉得政府的纾困做得如何？这个是因为纾困啊，我们可以讲说政府也是很为难哈，僧多粥少，僧多粥少。那你如果要照顾到整个人民，的确是要照顾的太多了。刚刚在讲这疫情，大家整个大家乖乖的就在家里，不要乱走动。那不乱走动，他经济体他都没有收入，但是每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这样的。那政府要照顾了这么大的这人口，那的确是很辛苦。但是，就像我们这种文化旅游产业的，更需要政府的支持了。但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我刚在讲说僧多粥少的原因，我们一直也是要等到政府这补助也好，这个怎么样来缓解我们这经济体啊？就是我们很期待政府能够关注于这些观光旅游产业的这一块，以及餐饮业，对这样的首当其冲的，不要说因为有一点远水救不了近火，或者说我们这等不到的这种补助这个申请，有些应该很快要申请到的，但是我们申请不到，那这方面是不是能够加以辅导？是，那像怡珍，你们就是说，应该会有听到一些民众他在申请纾困之类的，是不是会遇到什么困难啊？其实因为还是申请纾困还是有一些条件上的限制所以在申请纾困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很多是资讯太多了，其实有很多民众他搞不清楚说我到底可以申请什么。那像那时候其实有这个急难纾困就是1万到3万就是有这个急难纾困，就是针对有这个急难需求，然后疫情啊有遭到冲击的这些民众有这个1万到3万但是其实很多民众都比如说他可能一开始上网去操作的时候，
他可能根本登不进去，因为太多人在申请了。那或者是他不会用电脑，所以他不会操作。对。那后来其实有一个用纸本的，那当然政府就很纸本说，那也可以用纸本写一写申请书，然后送上去就可以申请哦。那当然针对这样的纾困，但是又发生说，其实我们那阵子就一直接到民众来反映说，到底下来了没？到底下来了没？因为对你想到说全台湾的这些案子全部都集中到台北去哦，那他们光是拿出来要登打就需要时间。那但是对民众来讲，这是我的救命钱呐，这个是非常着急的救命钱。结果他们可能苦等了可能1、2个月的时间哈，最后才拿到。那可能因为它是1到3万，可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拿到1万块。那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这1万块其实对于很多民众来说，这么长时间疫情的困难，因为没有这样因此减少收入之后，结果只有1万块，大家其实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够啦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当然政府有纾困4.0，那后来其实有一些精进的方案，其实也努力想要去补破网啦，让所有让所有大家都可以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补助哈。但是我想还是会有纾困孤儿的存在啦，还是很多朋友其实他还是困难，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因为一些条件上的限制，他没有办法得到补助。那我想这个部分真的就需要说不管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哈，就要多多的去关心哈，像针对这些如果说因为中央的补助没有办法全面照顾到的，那我们地方政府可以来做啊，其实可以有一些补破网的方式哈。那当然，如同刚才简董说的哈，其实他们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哈，但是他们在申请纾困上也是遇到一些困难，也是就如同说的跨海地假北地哈。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要检讨的部分哈，你要去协助他们。那他们如果申请上发生一些困难，其实你要更积极的去协助他们，因为只有他们的资金可以到位，那他们里面的员工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啊。那如同刚才简董说很佛心哦，其实他也不裁员，那也不减薪，为了让大家可以生活，可是他可能自己是咬牙苦撑哦。那这个时候当然就需要我们的政府来协助哈。那而且你也看到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行业渐渐都恢复了正常。但是还有一些行业，像8大行业，像 KTV， 他们其实还是被停业当中哈。所以这些民众、这些产业，其实他们也是非常需要政府的协助哈。那当然，我们也听到说政府说有一些纾困方案是针对这个8大的业者哈，他们因为一直被停业这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反映到他们身上，他们还是觉得说，实质上他其实享受不到这些补助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政府要检讨的哈。我们既然有这样的计划跟规划要去协助他们，那就要让民众有感，而且拿得到，而且要很迅速的哈。那很多都反映说，其实补助的这个到位的时间哈，那个钱那个补助的金额不高，那但到位时间又很慢哈。那对民众产生说，我的已经燃眉之急哈，都丢弃了，准备不本难喝假，结果还拿不到这个纾困哈，所以我想这个整个纾困的这个过程哈，真的也是政府也是要检讨啦哈，也是要继续的检讨，而且因为现在是后疫情时代，我们当然希望说疫情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哈，那就可以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不要再有疫情。那但是对于这段时间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这些影响哈，我想我们不管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都是要继续的去协助大家哈，可以渐渐的度过难关，恢复正常生活。对，好，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发这个5倍券，那就是之前那个陈亭妃立委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他有谈到说，原本就是每个人要先付1000块，然后才5000块，他们要去争取，就后来争取到现在真的不用是谈一下，对5倍券哈，因为这个是热腾腾的5倍券，它大概从下个礼拜开始，9月20号开始，其实就有可以开始预约了哈。那当然本来我们行政院的政策，其实他们就想说跟去年一样哈，就是还是用1000块，去年是1000块换3000哦。那因为今年的经济更糟糕了哈，大家影响更大，所以今年变成5000块哈。那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用1000块去换哦。那这时候其实包括陈亭妃委员哈，跟很多委员，其实大家就起来反映说，其实这样真的不合理哈。很多人来讲，真的1000块先要拿出来，真的是无法接受哈。那所以经过大家的反应抗议之后，那我们执政
执政的行政院哈，其实也就从善如流哈，所以现在确定大家是不用用1000换5000哈，我们就直接可以领取这5000的这个振兴券哈，而且很快的9月22号开始就可以来登记预约哈，大概10月份可以开始来使用，所以也希望说到时候大家也可以踊跃的去预约起来哈，然后尽快的把这些振兴券哈，也可以来刺激跟活络我们的经济哈，所以我想这个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提出一些加码的方案哈，但我想也是也要呼吁我们台南市这边哈，其实也是要提出让民众哈，其实不要说发多少钱啦，其实就让民众实质有感的这个加码的这个振兴方案哈，我觉得这个才能够符合市民的期待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有赖这个我们的市政团队哈去思考哈，怎么样去加码哈，因为今天也看到说台北市啊，柯 P 说用悠游卡可以多直接给你1万啊什么的，就是有一些加码的方式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各个县市很多做法啦，那但是我想我们台南市也可以针对自己我们城市的一个发展哈，对我们城市我们市民的需求哈，我觉得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可以去拟定一个加码的一个振兴方案，让我们台南市民哈也可以很有感的，然后很快的来振兴我们的经济。对啊，这个部分我们就希望台南市政府加油一点哦。那像刚才那个怡珍有谈到啊，就是在防疫政策方面，那因为地方有地方的裁量权嘛，所以中央跟地方不一样，要造成说可能要裁罚我们一般的民众去用餐的时候，那像我们来请教一下那个简董啊，那你觉得说，像台南市政府，你觉得它的防疫跟中央如果有些地方不同步，你认为说做的是怎么样？因为有地方不同步，就是因为大家考虑在经济方面的一个让付出，那尽快可以付出，帮助人民有收入，以这样的最好的一个出发点来做一调控啊。当然，如果说以防疫最有效的是大家全岛同步，大家一起来做防疫，全部大家都一致的，这是最有效的防疫。但因为不会因为制度不同，那个规定不同，就造成很多问号了哈。有时候我该不该去，该不该去吃饭，该不该群聚等等的问题啊，这个会造成说，既然你这个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这个疫情就会有一些垄断了，就会有一些不知不觉这又跑到哪里去了？对啊，如果说我们以全岛同步的话，来做一个防疫是最好最有效的，但是也两难，因为政府要考虑到的是经济体人民的生活，但他不得不考虑到分地方疫情的这个严重性跟比较轻的，然后去做这个调配啊。当然，这个调配是一个好意，但对于民众来讲，也会造成很多这个不理解。那我们希望说，只要是政府的规定，人民，我相信人民台湾都是大家乖乖牌的，都是也会遵守，大家去遵守规定啊，去做防疫。那当然，对于这个防疫的好不好啊，这个每一个省市、县市啊，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台南对这个防疫啊，应该是这个是比较在全岛里面呢，算是最好的啊。对，感谢那个政府的这个防疫的效益。好，那讲到这个简董哈，他除了是这个我们台商会的会长以外呢，那他本身这个豪门国际在去年有受到我们的访问。好，来问一下怡珍，你有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有，最喜欢的，对，从小到大都喜欢。对啊，然后你看就是再跟我们观众朋友提示一下啦哈，就是说我们豪门国际呢，哇，做的有什么呢？来。香港迪士尼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跟美国的加州迪士尼，这些都很有名。然后还有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啊，澳门威尼斯人酒店、渔人码头，还有珠海的长隆海洋公园，以及呢，在我们台湾的话就有奇美博物馆，对不对？然后那个交流道我看到的大佛也是，然后魏武营的国家音乐厅跟花莲的海洋公园，哇，这么多的建设，你看都是出自我们的简董。好，那简董呢，在今年的4月份出了这一本书哦，这么棒、这么不简单的一本书来。然后我们知道说，简董你这本书哦，叫做《与迪士尼同行：简廷在的3亿与实力》。
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很好奇说，哇，我们台湾有这么棒的一个企业家可以打到国际，对不对？迪士尼，大家听到迪士尼哈，与迪士尼同行，所以简统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这一本书，因为我们的4月份发行之后，那5月份刚好遇到疫情嘛，本来之前就想要访问我们简董了，结果就是拖到现在来访问。好，那简董，你这本讲到3亿与实力，这个是让你成功的关键吗？3亿实力这本书啊，就是因为这刚好疫情。才有这个时间把这本书跟这个梦想把它写出来。是。但为什么会出与迪士尼同行3亿实力？第一个跟迪士尼的合作，3个这主题公园的合作。对。因为我看到了迪士尼的梦想经济，是未来的20年的黄金时期。是梦想经济。是。所以台湾过去亚洲4小龙。之前是以农业治国，到了亚洲4小龙是工厂制造业，到了科技业，但是中间应该转型为国际观光旅游，但我们台湾却因为那段时间是因为台商都往外移，大部分往外移，因为大家求生存，对，到其他各地方、各个国家去创造当地的这个人民的就业机会与政府的税收。为其他国家帮忙很大，但台湾呢就是停贷的这30年，所以我看到这样梦想经济的来临，能在希望借由这本书来发展台湾的国际观光旅游的经济。是。哇，很棒很棒！所以呢，如果我们观众朋友想要了解说为什么他可以打造出这个做迪士尼这么棒的一个这样的企业呢？就是我们上网啦，跟到书局都其实可以买得到这本书。那里面呢，哇，他有告诉你这个3亿与实力，我是看完的，我觉得其实看起来很有趣，而且里面呢也有介绍说，你出身。那个寒门，然后创立了这个豪门，哇，这经过怎么来？大家有兴趣的，我想很多人会有兴趣，可以到书局，因为我们没办法一一的来讲，然后那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的棒。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场，要继续谈就是这个疫情方面了。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要选举了嘛，对不对？以正也是面临选举，你认为说，因为遇到疫情这个阶段，然后刚好又5月爆发这一个。之前大家就觉得说，执政党做得不错，可能什么防疫什么做到变成模范生，就有模范生出锤了，这样会不会影响？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你们民进党呢？我想就是不管是疫苗或者是纾困的议题对民进党来讲当然其实很多的数字显示其实真的比如民调啦，其实都可以反映出来说支持度其实都受到相当的影响所以我想，但是对民进党来讲啦，因为现在是执政党，最重要还是执政，还是把这个防疫的工作做好因为重要的是这个防疫的科学工作不是这个政治的工作所以更重要是把防疫做好，然后真的大家战胜这个疫情而不是这个拘泥在这个民调的数字上啦所以我想，当然我们都有感受到，其实真的很多民众都对不管是纾困或疫苗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有很多声音那我们也很努力的把这个声音都回报给我们不管是行政的团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啦，或是民进党的团队但我想我们也努力的把这样的声音都反映回去那也希望说执政当然未来就是把防疫做好，这个是现在的首要那也就是唯一现在也能做的啦那其实不要去太在意这个，也不要太在意这些民调啦或者这些说法，其实只要把防疫做好，然后让民众有感我想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对，就是说你们也是这段期间一直也在服务民众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说，好像你们现在就是因为不能去跑脱那会不会影响你们跟那个民众的互动呢？其实。它其实指挥中心其实它是针对了某一些类型啦，它比如说其实建议说尽量不要参加像公祭啦，那之前是因为农历7月就不要参加普渡啦，对，那其他其实是在遵守防疫的前提之下比如说室内80人，然后室外300人，然后在遵守防疫的规范的前提之下活动是可以进行的所以其实渐渐的因为大家也慢慢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其实很多
多活动也都是慢慢的加温，因为总是也要让大家出来走动走动哈，其实经济才会活络回来哈，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也都是就是逐步的慢慢的恢复啦哈，所以。从我们的工作也可以感受到，其实疫情就是渐渐回稳了哈。那所以我想就是也是把握，其实不管是透过活动跟民众接触，或者是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平常因为很多民众因为不管是很多阿公阿嬷啦，他其实就不会去预约疫苗，那其实服务处就是成为他们疫苗的预约站哦。这个也是我们借此跟民众接触的一个机会哈。那不管还有一些他们一些纾困申请上的一些问题，他们其实也都会来寻求服务处的协助哈。所以虽然是可能在外面跑团的时间哈，因为活动变少哈，可能比较减少这个跑团，也减少群聚哈。但是我想，因为服务的工作一直在持续着哈，而且也可以知道说，其实这段时间服务处的电话量哈也是相较以往是更多的哈，对啊，因为其实很多关于纾困的议题哈，还有疫苗的问题哈，因为很多阿公阿嬷或者是很多长辈其实不知道怎么预约疫苗，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说，现在该谁打了，或是现在是几岁，或是现在是预约什么，那我们就是协助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哈。那之前在申请纾困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提供申请表啦，协助民众申请。那很多民众不会线上申请的，我们就是带他登录，那协助他来申请，就是尽量来协助民众，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所有的需要，我们可以完成的都尽量去协助他们完成。那这个也是我们跟我们的选民一个互动的方式啦，也是借由服务，然后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认真的希望能够帮他们，不管是预约到疫苗啦，或是争取到纾困相关的一些补助。那也希望说，当然还是最期待的就是大家都希望说赶快恢复正常生活啦，这个才是大家最期待的啦。没错。所以虽然少了这个活动的举办哦，但是呢，这个服务的案件更多了，尤其是这疫苗啦、纾困等等的申请，其实你们服务的好，让民众更有感对不对？更感恩啊哈。好，那我们请教简董，你们应该是没什么政治立场嘛，所以你怎么看说，可能在疫情期间执政的刚好民进党啊，这有关系吗？会不会影响说你们认为说选举会影响到吗？对，我刚刚听到我们于坚议员一席话，我非常钦佩哈，而且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了解民间。是啊，因为刚刚疫情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对啊，但既然发生了，要去面对。而且刚刚在讲疫情不是用政治来防御的，它是要用科学防御的。那刚刚我们于坚议员也讲了，是要重视科学防御啊，所以对于这样的防御啊，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少政治化，能够回到一个这个真相，能够把这个防疫的科学化把它做好。我相信啊，对于疫情的这个防疫做得好，那对人民的生活指数高，对我们的经济体成长率高，以及对于我们整个国外的这个互动啊，大家能够有这更好的机会，能够跟这个疫情打完之后，有这种国外的对接的经济体，以及更直接的，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疫情的这抵抗力都已经足够了。对，所以从疫情的防控到疫苗的普遍率、覆盖率，这都是未来这执政党要面对他工作所执政的成果。所以我相信啊，只要能够把这几项经济、疫情防控起来，那大家的幸福指数就高了。对，所以这就选举就不是这个很大的问题了啦哈。所以其实大家也都是希望说，好，我们顾好自己，就是说安全哦，这个 COVID-19 最好疫情能够控制好以外呢，大家经济嘛都爱狗了哈。所以简董你们这样讲起来，就是说，因为像现在全世界可能游乐区啊，大家都比较减少去，所以才是影响到你们店的生意嘛，你们企业的生意。是的，对。哇，所以就是订单比较少，但是之后如果陆续我们疫情恢复之后，你们还是一样。这个订单还加没料，对不对？其实你谈到这个哈，是因为疫情是没办法，大家都要配合就地防疫，而且这个重创的是旅游业嘛哈。你说这些主题公园，当然人是几乎少之又少，甚至要关联。但是问题来的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疫情
但是这个经济体，但是我们要思考到疫情过后的经济体。那疫情过后是不是要更需要来准备？我们台湾的文创观光产业，对，能够把世界的人流、金流、人流流进我们台湾，来打造我们台湾未来的黄金20年的文创国际观光产业。这个是我们台湾是更要省思了。因为我们不只要仰赖我们台积电的晶圆体，应该更创造了我刚刚在讲，之前以农业立国，到了工厂制造业，到科技业，到了现在目前要转型国际观光旅游产业，这个是timing，这是更需要的，而且是在岛屿地方更需要的这整个外来的观光旅游，以及这个打造我们说刚刚在讲水管经济，因为过去的这个工厂制造业是属于水桶经济，有这有钱，没这没钱。那你有货过出去就有钱，有外汇进来；没有出去就没有外汇进来。如果我们这样整个台湾能够疫情过后来思考，赶快来打造一个水管经济，只要我们把台湾做一个大水库，把它挖好做好，能够影响国际的人流、金流流向我们台湾。那台湾的话，我们就有外汇，这能全世界人来观光，也奠定我们台湾的对外的国际能量，也对国际的一个重要性。那台湾的又有钱又有经济体，然后人民又不要去一定要做苦力工啊，做制造业，那做服务业、无间中产业，对台湾的未来的成长是更棒的。所以我在这本书就是说，在呼吁的就是三义，这是哪三义？创意、公益、生意。创意是我创意那。创意规划定生死，创意出生意。然后我们公益呢，是我们要塑造我们台湾未来的国际观光产业，给留下一代，能够下一代人不会在这去做工厂制造业、做苦力工了，他能够做服务业，能够引流世界的人流进来台湾，对台湾的经济体的影响。那对于这个生意呢，我们希望能够把生意做永续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树的生命是无限的。文化创意的文化却是永恒的，是，所以台湾需要更多的文化来支撑我们台湾未来的经济体，所以台湾的文化创意是非常重要的。是，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请两位来宾来做个结论，然后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疫情控制下来之后，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怡珍，我想就是。后疫情时代哈，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提醒大家哈，我们还是要从自己做起哦，因为我们台湾人真的非常非常配合哈，但是持续就是要勤洗手、戴口罩哈，也是保持社交距离哈，然后加速疫苗的施打，这是政府的责任哈，那当然也要民众的配合哈。我想没错，大家一起通力合作哈，那渐渐在后疫情时代经济渐渐复苏之后哈，但是因为真的因为疫情的变化是瞬息万变哈，所以也要提醒大家真的要持续做好防疫哈，而且我刚才听完那个简董的书哈，真的很想要一定要买来看看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那些地方，我们都想要去过，所有的乐园都想要都可以当一个地图来当跟着去走一次哈，而且其实我觉得台南市政府更是需要跟我们的简董好好请益，因为台南市可以合并升格成为直辖市，就是因为文化跟历史哈，所以文创这个部分在台南又是更加的重要。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有在做，但是我觉得可以透过简董哈，让台南的文创更精进。真的这么棒的人才在我们台南呢，这台南市政府真的，我看就是奇美博物馆现在也是这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都会跑来这边参观的，这么棒真的要好好的请教我们的简董，然后来简董帮我们做个结论。台南是我们台湾哈，在台南是文化之都啊，所以在2024年也在那个400年的建成400年的文化，那我相信啊，台南对整个文化面貌保持得非常好，而且更有机会创造台南这个文化的产业价值。所以我们在从台南从北到南，我们新竹有科学园区，台中有精密工业区，那台南有科工贸以及科学园区，那高雄有桥头那个工业区，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屏东啊，屏东哦，那边有农业生技园区哈。对。那唯独前头到尾，我们没有文化产业园区。如果这个文化产业区能够在我们台南
能够成立，政府大力来支持，让台南作为我们台湾唯一的最有国际化的文创产业园区，这是应该我们市政府应该大力来争取、来推，而且把它立为我们台湾最重要的投资项目之一。这是对于我们整个以后，我刚才讲，文化是永恒的，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政府能看到这个未来的文化的黄金20年，台湾唯独我们台南赶快起步来做，一起来做。这是不是一个人做？是我们要全台湾大家一起来有共识，然后我们台南市政府能够在引领带队，而且我们很多议员能够倡议，能够大家来支持，共同创造文化产业的价值。对，所以这是针对我们台南市的部分。那你本身是这个台商的那个会长嘛？有没有什么要帮我们台商发言的？这个是因为台商也受到政府的归于返乡的政策因为政府一直在呼吁说，台商过去的是单行道的往外流，不然人流、季流、金流都带到国外去了，对不对？这是这30年的面貌。那我们希望能够双行道的回流，因为不要单行道流出去，有没有办法回流回来？那是台商现在目前在当地都是事业有成，而且都有一些累积的经验，跟非常宝贵和丰富的经营经验，不管既是人生的这个价值，包括他的这个 know-how。所以我们希望这些归于返乡的台商能够为我们台湾赶快回来打造我们未来国际观光产业、文化产业。因为过来他请他回来归于返乡回来再做工厂不现实，因为他的年纪也大了，都即将退休年龄了。就像以我来讲，我是胜在参与价值。那些台商都是非常经典的宝贵价值。如果让他们的这个价值来为我们台湾注入了我们未来文化观光产业，把它翻转为国际观光的旅游观光产业。我说过去水桶经济，现在用水管经济来打造，让这些台商一起来贡献。所以政府应该赶快，这样大家说归于返乡，那奖励我们这个台商回来盖工厂、设工厂有这个奖励。但你对文创没有看到，文创产业是最重要，却没有奖励，所以对台商要回来这个意愿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在这边刚好这个机会呼吁我们台南市政府赶快来争取全台第一座的文创观光产业在我们台南诞生，然后我们只有台商的这个力量，然后回台来创造这个文化产业之都我相信有帮助人文文化、科技文化以及这个观光产业文化。我相信对于整个创造当地的人民的就业机会，以及政府的税收，甚至于这个当地可以变成世界之窗，可以从我们在台南看到世界，世界的人可以看到台南。那以这样的文化的产业的高度我们才有能够帮我们下一代创造公益，让下一代可以做文化观光产业的这个生意跟这种引流这种模式，让台湾从劳力转为国际观光产业的水管经济。对，没错，像会长讲的，我们台南市真的是有这样的潜力我们也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呢，2位来宾的建议也提供给我们政府的相关单位来做参考。再一次感谢陈怡贞议员到节目当中，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简明赛会长，谢谢你，感谢主持人，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时下这波底下各一段落，咱再会。